为庆祝母亲节，北区华德社区发展协会24号上午特别举办亲子健行活动，以及母亲节的表扬大会，包括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柯志春、北区区长李凤兴，以及座位的中央甲地方的民意代表、主任，拢到场参加，场面热烈。阮今仔日就是咧办母亲节的活动，最主要就是管弦乐团还有就是咱的第一名，全国第一名的比赛团，就是文远国小弦乐团，还有泡泡秀，还有我们今天的健走最主要就是要感谢我们中油公司，还有台电还要再很感谢我们的区长，还有我们的陈廷辉立委，还有陈丽珍议员来给我们赞助比较非常的感谢。怡珍今天跟包括廷飞委员一起跟我们的蓝美玉里长一起办这个母亲节活动那主要今天一系列的活动不管是有健走啦，或者是泡泡秀、魔术秀，里长非常用心，就是希望所有我们华德里华德社区的妈妈都可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母亲节，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健行的活动采事先报名，总共大约300名。起点甲终点拢是伫咧丁仔寮公园，现场佮邀请文化国小的弦乐团演奏，以及圆梦家艺术团队小丑互动秀，起面未少的亲子共同参加，提前欢度母亲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